后来继续来看国民党，今仔日是按照着惯例，伫个中央党部的头前来举办着升旗典礼，包括着党主席朱立伦、前总统马英九，还佫有6位要选党主席的候选人，隆重到位。啊，候选人甲党内大佬的这个互动，将做注目的焦点。 按照惯例，国庆日一天，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升旗，包括党主席朱立伦、前总统马英九、加前党主席吴伯雄，还有6个党主席候选人徛斗阵。其中，郝龙斌加边的互动是足侪人注心，因为前日间伊才伫面册铺这张相片。 对镜头欢喜比赞，郝龙斌则和马英九会面，佮写总统一句：“我这边唔免烦恼。”不过，捌听罗志强的马英九，即马和郝龙斌互动这么亲，罗志强看一间内，敢会有倒变的感觉？ 我想马总统跟郝龙斌市长本来就多年的好朋友嘛，我觉得见面人之常情。除了抛出相片，郝龙斌嘛发文讲，这摆党主席的选战是一场震撼教育，为假民调到假消息，一直受到网军的攻击。我自己参选以后，我就发觉我铺天盖地的网军散布非常多不实的谣言，来恶意中伤我。那我希望这个现象啊，要能够停止下来，整个涵盖的。 整个范围也超过过去民进党的网军。不过郝龙斌讲的人到底是谁呢？我们呢都不要去这个对号入座，也不要呢再去制造更多的仇恨跟对立。我们呢要尽量的避免往内互打，尽量的避免透过黑函攻击、抹黑的方式来进行选举。就发说罗志祥这个退选啊，然后来支持郑丽文。 然后呢，我澄清之后，第2天变成罗志祥结盟郝龙斌，谣言可以休了啦。就党内选举，说真的，不需要一直搞这种弃保的一些分化的做法。国庆日一天升旗活动，握手小揽看起来真和谐。不过党主席选战倒算时，凡事是暗流滚架，大家拢在抓算盘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